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如果你想將你盤生意做大佢嘅話，你係咪覺得一定要好似 Amazon 或者 Apple 咁樣，樣樣都做，又要搞雲端啦，又要賣手機，甚至仲要開 supermarket 添？咁喺呢一個追求多元化嘅時代呢，有一班公司呢，佢哋可能只係賣緊一粒螺絲，甚至係一條拉鏈啊。但係佢哋喺嗰個領域咧嘅全球市佔率竟然超過70%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el 老闆，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要開啟一本極具商業震撼力嘅書啊，就叫《隱形冠軍2.0》啦。呢本書作者咧被譽為德國最頂尖嘅管理學家。咁因為佢發現咗一個真相啦，就係世界最大最強嘅企業咧，往往係你連名都冇聽過，但係你生活入邊冇咗佢唔得嘅企業啊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會拆解呢一啲隱形冠軍點樣靠住2個字專注去打造連大財團都穿唔過嘅護城河啊！咁其實咧，呢啲隱形冠軍嘅核心邏輯就好簡單啦，就係我要做全地球最專業嘅嗰一個啦。咁好多老闆咧見到咩好賺就做咩啦，結果咧門門通，門門都鬆啊。但係咧，隱形冠軍咧會選擇一個極細嘅利基市場啦，然後咧就將所有資源砸落去啊。佢哋咧唔係追求一個廣嘅度啦，而係追求一個深嘅度啊。咁咧，作者就提到，當你咧將一個專注咧做到極致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變成嗰個領域嘅標準啊。大公司想入嚟同你競爭，佢哋會發現成本太高、技術太細、專業性太強，最後只可以放棄啦。咁呢一種專注咧，就係最天然嘅競爭壁壘啦。咁咧，我喺經營咧實體店同埋網店嘅過程入邊咧，我都有經歷過呢一種轉變啦。就係咧喺早期咧，我哋會覺得網店應該咩都賣啦，咁樣個客咧先會覺得方便啦。但係咧結果係點啊？我哋最後咧只會變咗一間百貨公司嘅啫，樣樣都幾平，但係樣樣都冇乜特色咯。最後咧只可以同人哋打價格戰啦。但係後來咧，我就參考咗呢個隱形冠軍嘅思維咯。開始咧將網店縮窄到某一個特定嘅痛點啊，例如我唔再只係賣普通嘅文具啦，我專門賣提升效率而且極簡嘅辦公用品。咁當你縮窄咗呢一個範圍嘅時候，個客對你嘅信任度反而更加高咗啦，你嘅顧客黏着性高咗啦，因為佢哋覺得你先係 professional 嗰個啊嘛。咁喺實體店都一樣啦，當你一間鋪頭只係專精於某一項技術或者服務嘅話，你唔需要幾萬個客啦，唔需要好多嘅客，你只需要嗰幾百個非你不可嘅忠實粉絲顧客就得噶啦。咁呢一個咧，專注呢一樣嘢就係小型企業對抗大型連鎖店嘅唯一一條路啊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先可以揾出自己嘅專注點呢？咁書入邊咧就俾咗一個好正嘅思考框架我哋啦。你嘅產品咧可唔可以解決到一個極為具體，但係同時俾大公司忽略嘅一啲問題嘅咧？如果你可以 solve 到呢啲問題嘅話咧，咁嗰度就係你嘅主戰場啦。千祈唔好驚個市場太細啦，因為喺呢一個咁 international 嘅 internet 世界入邊咧，再細嘅市場咧，只要乘以一個全球人口咧，其實都會係一個好驚為天人嘅數字嚟嘅。你要做嘅嘢係咩啊？你要做嘅嘢咧係放棄所有同核心無關嘅野心啦，將你自己嘅 product 做到最為極致啦。平凡嘅人只要專注喺一件平凡嘅事上面，最後就會產生一個不平凡嘅力量啊嘛。
咁今日咧，我哋就講咗隱形冠軍嘅根基啦，就係專注啦。但係如果咧你有咗技術之後，點樣可以令產品賣到全世界呢？咁點樣可以喺唔打價格戰嘅情況底下，依然令個客覺得你物超所值呢？咁咧喺下一集咧，我哋就會講隱形冠軍嘅定價同埋 international 嘅策略啦。咁咧，如果想聽落去嘅話，就記得開 notification， 咁我一出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。如果你有啲咩書想聽嘅話，可以喺下邊 comment 話我知。我係喵老闆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